啊，你好，新访办是吧？哎，您好，对，是的。啊，呃，我这两天有一个问题挺烦恼，我跟你们反映一下，我希望你们听取一下我们这个意见。关于什么呢？关于就是这个内蒙地区一个双语授课的这个东西，我搞不明白，一个明确的通知，反正就这么突然一下就这么要实行通知是从9月1号开始，这个我们呃，咋说呢？很不理解。这方面的问题，就是内蒙地区要实行从小学1年级开始实行一个双语教育，就是原来我们这是汉语是从小学2年级开始教，蒙语作为母语从小学1年级开始教。今年这个工作呢，我大致听了一下，今年是从小学1年级开始教汉语，完了蒙语也开始也按原来的教，这是一个变化。然后就是从那个明后年开始，说是历史、政治都是用汉语教，是有这么个情况吧？您了解吧？您说的这个具体情况我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想问一下，您为什么反对？就是为什么不愿意让孩子接受汉语教育呢？这个对孩子将来接受更高级、更高等的教育，不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件事吗？不是，我不是反对汉语教学啊，我的烦恼在哪儿？我跟你说一下啊。首先第一点，我们是蒙族啊，就是每一个民族都是爱自己的母语，把这个当做自己的母语，这个您能理解吧？现在这个工作呢，现在的这个工作的情况是，它是要逐渐要取代这个蒙语作为母语的这个作用，有这么一个情况，这个让我很担忧。第二点，这个工作到现在为止是没有说是拿出一个国家，哪怕是哪个层面也行，是中央也行，是我们自治区的也行，或者是哪个盟市也行，有一个负责任的部门拿出有这个法律效益，有一个从政治高度把这个事情说明白、阐明了，让我们能够接受的有一个这么个解释，没有这么一个哪怕是一个文字形式的，没有这么一个东西，就感觉是有一些人好像是在私底下在搞一些小动作一样。之前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正式的东西，咱们国家你看发展这么多年，很多东西已经规范化了，很多东西都是有法律可依的，是吧？包括这个，就是咱们国家从建国开始就是有一个咱们国家的宪法，已经规定了这个每个民族都平等享有接受自己本民族语言的一个教育，是用什么？是我现在有点说不清楚，反正这方面的有一些法律依据，这个很容易能查到，我也没必要去说得很清楚，这是一个。然后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呢，也有自己的一个语言工作条例，这方面的法律依据都是有，但是这个工作呢，其实完全不够这些，就突然这么就开展了，而且基本上已经板上钉钉了这么情况。再一个，第三个，您先听我说完。第三个就是我最担忧的一个，现在国家不是提倡这个学生减负嘛？你看我们的孩子上小学1年级基本上是6岁现在呢是有一个语文、有数学，还有其他的一些副课，你这么一来就是相当于是增加了一门课，这就是相当于给孩子增加负担了。课时完了各种作业，主要是这3点。刚才您说这个，说是我们如果是用汉语学习的话，您刚才他的这个优点啊，我承认。但是我们以前从小学2年级，包括我自己从小学3年级开始学，到现在已经是我能跟你很清楚的、很流畅的沟通，是吧？我是从小学3年级开始学的，小学3年级之前我一直在牧区，汉语一个字都不会说。但是通过这些年的教育，我觉得我的汉语水平跟任何一个汉族朋友，不管是哪方面的，工作方面的，或者是哪些方面，怎么进行交流都毫无障碍。这个您能听出来吧？我可以，但是这位家长，我想跟您说一个情况，就是您是通过哪个渠道知道这件事情板上钉钉一定会实施呢？因为目前为止，我刚才听了您说的这个话以后，我到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的这个官网上看了一下，我把今年他们所发的所有的文件通知都看了一遍，没有发现有相关的通知啊。问题就在这里，我刚才也跟你说了，没有正式的文件，它就是没有，但是口头相传的这个工作已经落实下去了。口口相传，现在孩子开始接受这种类型的教育了吗？现在还没开学呢嘛，9月1号，但是这个所有的这个对，如果还没有开学的话，第一他没有文件证明，第二学生并没有实际的接受到这种教育。我觉得您现在来提这方面的顾虑可能稍微早了一些，但是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您说的确实也有可能是存在的，我会向我们就是跟这个事情有关的相关的司局去反映一下有这么一个情况，请他们把他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进行一个考量。但是本身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您首先跟当地的教育局还有省教育厅进行一下核实会比较好。这个真的到现在，我现在给你打电话已经是最后一步了。之前有很多人，就是不仅仅是我，很多学生家长都通过各种渠道向每一个就是相关的部门，包括所在地的教育机构，完了咱们这个自治区的教育机构都进行过核实，他们的说法跟您一样，没有这个明确的这个文字材料。这个东西啊，我是这么想的，这个明确的文字材料不可能下来，因为它一旦下来的话，它